来看这个立法院的消息，新一届立法院伫今日开议，行政院长苏贞昌除了施政报告，嘛特别说明政府目前防治武汉肺炎的作为，嘛提供讲到这个国级学校伫2、5陆续开学以后，会有小儿科医师到校园去宣导。 甲因要安怎正确挂喙安、较接洗手等等，嘛特别感谢全国各界共同的拍拼，互台湾会使守住第一关。佫希望讲借着这个纾困的条例，台湾会使拍断手骨颠倒勇，互这个产业会使就这个机会转型成金。 新一届立法院开议，所以长到国会嘛进行施政报告，嘛特别向立委说明武汉肺炎的防疫。25号，我们各校及学校就要开学。 政府也提供足够的防疫物资，同时也会借其特别商请医师到校园教导孩子什么时候用口罩，如何才是正当使用口罩。台湾利用科技防疫，和先进国家两岸相看，嘛感谢全国各界共同努力。有美国专业医师评论，台湾应该是全世界第2产的国家。 无论是日本、新加坡、韩国、香港，我们都看到受疫情非常大的冲击，而我们台湾还守住第一关。避免产业受到冲击，行政院嘛提出纾困方案，不只要雨露均沾、周到周延，同时要立竿见影，要求效能，并且在中长期振兴跟转型，也会借这个机会。 帮忙产业能够提升体质，在疫情结束后，我们希望拍断手骨颠倒勇。纾困特别条例立法院直接交付里头，有计24下早进行调研协商，2、5院会就当通过。若是第2批武汉包机，什么时阵会当成型？6议会表示，5方已经提供名单，防疫人员甲飞机嘛准备好，希望以重新为念，中国会当探头同意。